新北市淡水一栋3层楼的公寓，第一昨深夜11点外火烧厝，一家口仔3地人总共8个，有4个人小死，4个人烧着伤。初步了解，这个导火点是伫个神明厅，拄好去挡着逃生的出入口。一家口仔8个人，其中4个互救出来的时阵，都已经无生命现象，送病院抢救也是救无倒来。包括74岁阿嬷，甲伊58岁查囝，52岁后生，甲4岁细汉孙，拢亡生了。若火烧厝的原因，真有可能是电线烧拍电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厝外铁片早就已经红烧甲乌烧烧。19号半暝啊，11点外，新北市淡水一间主体熊熊来导火，一间厝8个人全部掉伫火场，其中4个人当场无开。倒伫咧冷桥红送往病院，消防人员赶紧急救，阁有人轻伤坐轮椅。最先救咗长嘅，因为内底无法度入去安尼。嗰度上少40个超过。哦。可能因遐人安尼拖水线，迄么钱咁样弄啊。家属赶到病院，悲伤的情绪48条。74岁阿嬷、52岁后生，阁有4岁孙仔，全部救无活。早囝经过急救了后，病院伫咧中昼12点外宣布来过身。人见人爱啊，你会跟他，你看到这个小朋友，你会跟他喜欢跟他玩啊？没办法，就这样。年轻的，他突然就走了，他是一家的支撑者。那就不晓得未来这个生活的这些人要怎么办？附近的厝边听到这个歹消息，拢唔敢相信。52岁后生平常时伫咧资源回收的工厂上班，饲规家伙啊。如今现场挂厝内有丧尸、休困中的白鸭，厝人失去着经济一大条，囡仔嘛来过身，这是要叫家属安怎来接受？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